有序言：緣起，點解要寫中道？我覺得古今中外嘅大智慧，無論係佛教、基督教、古希臘哲學、老子定儒家留低嘅嘢，全部都可以用 The Middle Way 或者中道呢個概念嚟總結。我成日叫呢種智慧做妙勝智 Noble Wisdom， 即係超越咗所有知識同區分嘅智慧，可以話係未來人類最高級嘅法門。呢種妙勝智，我亦會形容係彌勒佛同基督意識 Maitreya Christ Consciousness 嘅科學，有時又叫做唯識 Consciousness Only， 即係未來彌勒佛同基督想表達嘅中道。中道所帶嚟嘅整合，我覺得係現代人最需要，等大家可以係相對嘅人間同絕對嘅真實之間，企向一個符合現實嘅平衡點，由真實嘅角度睇住人間變化，但唔會俾現象牽住走。以前我透過以往作品全部生命系列，建立咗一套現代人接受到嘅邏輯同詞彙嚟解釋。其實我哋係人間追尋絕對真實，即係一般人講嘅修行。其實呢個觀念同事實係剛好調轉咗嘅。我仲用科學語言解釋唯識，用全人健康嘅角度去教人點樣由身到心，由心到身各層面着手，而逐步淨化腦海同身心。對某啲朋友嚟講，呢啲解釋幫佢哋係理論同實踐之間做咗全面整合，但我覺得呢個唔係我個人功勞。其實過去嘅聖人早就講得好清楚，最大問題係我哋自己唔明而錯過咗重點。今次呢本書，我嘗試用現代語言，同彌勒佛同基督嘅意識嚟解釋中道。可能有啲朋友以為我想幫古人嘅學問做大整理，其實唔係。我會推廣全部生命嘅概念，包括妙勝智、唯識、中道，目的唔係整理古人講過嘅嘢。講真，呢類嘅整理由有人類開始都未停過，而且一套如果真係貫通無礙嘅系統，應該簡單到連細路都明。但以往學者整理出嚟嘅完全唔係嘅，好似印度歷史上有兩位出名嘅學者阿僧伽無著同 Vasubandhu 世親兩位兄弟，雖然一般人話佢哋對打開彌勒佛系統有好大貢獻，但我自己覺得佢哋根本冇真正理解過彌勒佛呢個咁清晰嘅系統。正正因為咁，我先會着手寫全部生命系列，一方面想清楚交代古人嘅系統，同時去解釋以往自己嘅經歷。我細個就開始接觸宗教同靈性嘢，除咗本身有興趣，主要因為媽媽嘅生活態度，營造咗個神聖空間俾我可以沉浸其中。我好細個就發現自己會有好深層嘅體驗，但呢啲體驗我又從來冇聽其他人講過。近我同年齡嘅朋友唔會講，大人亦好似唔完全體會。我係以前作品奇蹟提及過接觸聖人著作嘅經歷，呢啲經驗就好似發文地渣湖似曾相識，感覺好似早係某個層面已經同佢哋接觸過。呢啲經歷感覺令我好奇，好想揾各類嘅經典，希望得到一啲解釋同指引。例如六祖、釋迦牟尼佛、耶穌、老子、孔子、蘇格拉底、巴門尼德等等嘅東西方哲學家嘅著作，好似一本又一本就說明書，俾到根據同驗證方法，俾我可以去解釋我自己嘅體驗。一般人可能會將呢個過程叫做修行，但係對我嚟講呢，唔係透過修行而得到咩成果，亦唔係靠經典去理解新知識。修行其實係一種逆向工程 （reverse engineering），去拆解過去嘅經驗，睇清機制等覺悟，可以穩定落去。驗證過程中，我覺得古代聖人同我哋根本冇咩分別，只係後來嘅人隨住所謂嘅進步，反而失去修行呢個方面嘅體驗，搞到傳承斷層咗。同親身經歷令我對聖人有無限感激，佢哋早就畫好藍圖，俾我能夠讀到同體會到佢哋講嘅嘢，
真係令到內心都充滿喜悅。如果冇佢哋留低嘅參考資料，我今世可能又白白度過。正因為咁，我特別重視中道，係企響真實睇人間，由本質去睇現象，知道呢啲係大聖人留俾未來人嘅指南，等大家可以繼續行到落去。至於可以行到幾遠，就要睇個人體驗同埋成熟度，最緊要係由而家開始，一路行落去。響呢本書，我唔係要系統化分析釋迦牟尼佛講過乜嘢，而龍樹菩薩又點樣解釋經典。好早就有好多學者都做過呢類研究，佢哋拆解聖人言論，建立各種理論體系。但係我個人對呢一個嘅學術分析冇興趣，反而想探討古人嘅智慧同我哋自身嘅體驗同埋領悟會有咩關係。呢啲嘅分享只係我個人嘅領悟，用現代語言重新整理。雖然就算提到古人學說，但最多都只係會簡單總結。畢竟如果用學術方法深究，根本係讀一世都讀唔完嘅無底洞。而寫中道嘅另一個原因係同我自己人生經歷有關。人生難免遇到一啲難關同障礙，而濃厚嘅憂鬱同痛苦會纏繞好耐。慶幸係人生最低谷時，我依然保持對真實嘅信心與誠懇心，用完全臣服嘅心境下，總係覺得自己仍然同過去嘅大聖人對話。無論係彌勒佛、基督、老子、六台、拉瑪那馬哈希、Ramana Maharshi、聖日耳曼、Saint Germain、蘇格拉底、巴門尼德、巴巴大師、爸爸之，佢哋總會係我最痛苦嘅時候，用各種方式化身喺我面前出現，俾我響痛苦中仍然覺得佢哋就響我身邊。聖人嘅化身會不斷將我帶返到嗰度，佢哋從唔同嘅角度同埋層面將我帶返中道，就係咁簡單，卻令我一生受用無窮。對大聖人，我嘅心充滿無限大嘅感激，佢哋為我創出神聖嘅空間。而我個人嘅領悟，亦就係中道。呢本書我會加入實踐方法，雖然形式同我過往教嘅練習類似，但會特別強化中道概念嘅深度整合。響書當中嘅練習係透過文字嚟表達。對於可以專注嘅朋友，閱讀本身就係一種靜心。過去幾年，我透過每年1-2個月嘅共修，將內心浮出嚟嘅分享記錄落嚟，陪伴好多朋友響生活中去靜心、去練習、去體會。幾年嚟不知不覺已經累積出幾百個鐘頭嘅有聲圖書館。而家翻轉睇到呢啲錄音完全可以配合中道，從聲音同埋文字嘅路徑切入，陪同大家走上中道嘅旅程。我嘅重點仲係從個人體驗出發。既然係咁，思路唔會以純理論作品咁死板，而會喺呢度講少少。嗰度又提一下，會用呢種經驗式寫法，主要想俾大家當作一種導覽同指南嘅作用，可以指出一條人生嘅出路。特別係響今時今日，我哋生活響最發達時代，但同時要面對最大嘅混亂。呢個局面係人類累積嘅聰明，但亦都難以面對同解決嘅問題。估計劇烈動盪會持續10年以上，會為人類社會帶嚟好大嘅整頓。面對人類存亡危機，我覺得中道係最實際嘅工具，為自己準備迎接下個大危機同破壞嘅階段到嚟之前。當然人世間嘅一切都係無常，危機同毀滅本來就係周期循環嘅一部分，冇咩特別。因此我想用最誠懇嘅方式重新介紹中道嘅核心理念同方法，希望透過呢個最古老又簡單嘅方法，向呢個超級唔穩定以及極端無常嘅過渡期，幫大家揾翻自己條路。如果順利，唔單止可以保護好自己同地球，仲可能影響埋宇宙發展。咁樣或者地球仲有一絲嘅希望，唔會被多數人嘅無明同少數人嘅貪嗔癡搞到滅亡。計埋之前寫嘅真元醫同靜坐，呢本中道已經係我第30本中文書。我總係覺得中道帶有特別嘅意義。對我嚟講，中道同我係邊個、時間嘅陷阱、無事生非，呢幾本係同等重要。
雖然我係邊個係一本好小細嘅書，但響全部生命嘅觀念入面有中心嘅地位，而篇幅大啲嘅中道都係咁嘅。呢啲作品就算暫時仲未多人睇，但係我相信將來會成為實用修行嘅指南。今次有機會同榮幸將古人留低嘅寶藏，特別係中道傳承落去，令我覺得今世人總算冇白過，心入邊都有啲安慰。